需要关怀，不要干涉，我们要关心他就好，不要干涉他。再来，需要了解，不要误会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别人说，哎，这个是，他说你怎样怎样呢？啊，是啊，我是真的没有很好，没关系，我再跟他沟通。就是呢，了解，不要误会。再来，需要倾听，不要啰嗦哦。我们如果道歉了，犯错事情哦，我们如果指责他哦，你很难成全他的，为什么呢？本来他做错事，他很难过的，结果你跟他责备之后，他就想，反正你念过我了，我还你了啊。所以下次你在念他的时候，他怎样？没有感觉，他的常常这样，因为哈，听懂后啊，你相信绝对会变成这样子哦。好，再来呢，需要爱，不要指责，给他关心，给他付出。你知道我们在澳洲的时候呢，就发生一件事情，有一个安员出来讲新闻，因为他是异乡的游子。然后他到了国外去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好过年，他不能回家。结果他说呢，他在除夕夜那天晚上，他接到一个人呢，给他打电话，给他按门铃。就按门铃之后呢，就看到一个学界的讲师拿着一个红豆汤啊，来给他。然后呢，他吃了那个红豆汤啊，他非常感动。最重要的，他一个人呢，从他的这个口袋这边啊，拿出了一个紫菜海苔酥啊，海苔啊，拿了一块海苔给他。他现在还可以感受到他屁股的这个海苔的温度。嘿，一个海苔的红豆汤哪有什么，对不对？可是人家怎么感受那么好？因为有爱，因为我们有为他付出，因为我们有想到他，因为我们有关心到他，是很重要的概念哈。好，所以呢，需要给他关爱，再来需要归属感，不要束缚，好，给他归属。来，我们这边你尽情的发挥，出去外面也可以啊，多发挥一点。好，给他安全感，不要约束，要成就感，不要压力，需要规范，不要斥责。当然，这些呢都是一些教条式的部分，后续要讲一些实物给大家哈。啊，等一下快速的讲一下，老师说的，要在佛事中的一道清流，雨夜黑暗里的一支烛光。佛法工作是一种六度波罗蜜的修行精神哦，哇，很深哎，菩萨道的六度波罗蜜，你要布施，你要成全他，